2A 班5號鄭海軒。呢個 Michael B 撳 A 掣嘅話，佢會慢慢顯示向左，然之後發出中音 C， 然之後撳呢個 B 掣嘅話，佢會慢慢向右，然之後再撳呢個中音 A， 跟住你如果兩個一齊撳嘅話，佢會播啲音樂出嚟，佢會畀個心出嚟，然之後發出一啲聲音。呢個就係我嘅介紹，多謝。